7號，大家一齊投票，耶！繼續喺港台電視32同大家15運會直擊啊！咁我哋身邊頭先介紹過咧，劉 Sir 劉耀祖咁啊，當然會同我哋一齊嚟睇乒乓球項目。咁啊，我哋知道㗎，港隊咧有啊姚君豪同埋吳詠琳。不過我知道啲 fans 梗係想等緊睇咧，睇邊個？梗係睇樊振東啦！嚟緊咧將會出戰啊成年組男子單打32強喎。樊振東嗱，雖然就話頭先阿劉 Sir 都講過㗎啦，喺德國嘅訓練，但係其實喂睇到佢嗰個精神面貌狀況如何咧？當然係精神啦，因為始終翻嚟國內訓練啦，規範好多。咁希望其實今次周宇能夠贏得到，我覺得係即係偷到雞咯，即係練得冇咁好咧，就同埋兩個都第一場打㗎呢個波就係希望就樊振東就頂得住啦。咁啊喺澳門咧都有我哋嘅記者歐陽善瑩，我哋即刻去睇下佢現場氣氛點樣先。冇錯啊！咁喺銀河綜藝館呢一度嘅氣氛咧係越嚟越好㗎，因為咧眾多嘅乒乓球名將喺今日開始陸續亮相㗎，咁包括黃彩欽啦同埋樊振東等等。咁而港隊嘅姚君豪同埋吳詠琳啊喺16強啦，將會迎戰廣東嘅林高遠同埋劉詩雯㗎。咁我今日咧會一直留守喺呢一度為大家直擊乒乓球嘅情況㗎。咁不如即刻同大家睇睇樊振東對周宇嘅比賽。fans 們咧就真係好識得揀嘅。